子榮議員。主席，本人係代表工聯會發言，係支持保安局局長根據消防條例及適宜及通識條例動議嘅擬議決議案。近年嚟，老舊屋宇同埋三無大廈出現火災慘劇嘅新聞呢係時有聽聞，當中呢有不少火災造成係人員嘅傷亡。市民係愛惜自己嘅生命，珍視自己嘅財產，因而對消防安全嘅要求呢越嚟越高，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大家都唔希望見到火警嘅慘劇呢接連係發生，甚至係燒到自己身上。政府係必須呢與時並進，不斷完善現行嘅消防安全制度，真正做到呢防範於未然。今次嘅決議案就係要推行註冊消防工程師呢個制度。本人認為呢項嘅舉措係完善本港消防安全體系非常重要嘅一步，亦都係業界期待已久嘅一步。以往相關嘅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同埋證明呢，主要都係由消防處去負責。引入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之後，政府可以借助業界嘅專業力量，分擔一部分嘅工作，由擁有相關法例知識嘅非消防處職員提供係相關服務，確保呢啲嘅場所嘅消防安全符合法例嘅標準。當市民知道某個商場、某個場所、某棟建築物等呢啲嘅消防安全都係經過合資格嘅註冊消防工程師把過關，簽發咗專業證明書，佢哋自然係會更加安心，亦都係對本地專業人士嘅認許。主席，工聯會係有必要係回應部分人士嘅疑慮。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並非要全部係取代消防處現有嘅服務，有需要嘅業主或者商戶呢，如果對新制度有疑慮，仍然係可以呢同以往一樣沿用政府提供嘅服務途徑。但如果要考慮到經營成本或者唔想等待太長嘅時間呢，佢哋係可以係選擇聘用現行而家我哋推出嘅私營嘅註冊消防工程師呢個咁樣嘅制度。註冊消防工程師作為新增嘅渠道，將會有助提升整體嘅審批效率，特別係對時間成本較高嘅商戶嚟講呢係值得考慮嘅選擇途徑。細閱規例嘅條文當中清晰界定咗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職責、權力以及簽發證明書嘅規範。呢個唔係一個冇牙老虎，規例同時係設立咗係紀律審裁委員會同埋上訴委員會。紀律程序係完備且係具有阻嚇性，確保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表現係受到監管。消防安全係人命關天，絕對不能夠係交行貨。註冊消防工程師係需要為自己嘅專業判斷係問責。一旦出現失誤或者失當行為，將會被當局有章可循地係跟進處理。對於謝偉銓議員嘅修訂案喺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嘅階段，保安局已經係指出消防安全係註冊途徑中一條唔能夠僭越嘅底線。現時規例中所列嘅指明學術資格係消防處憑藉多年累積嘅專業經驗，嚴謹檢視本地大專院校相關學士學位課程後先至訂定嘅。我哋係絕對尊重建築師呢個專業，但係喺未能夠確定建築學課程嘅內容足以直接對應係消防工程嘅要求前呢，唔能夠貿然將呢啲嘅指明嘅學術資格係加入。因此工聯會係唔會支持呢項嘅修正案。主席，政府喺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階段已經同業界係進行咗充分嘅溝通，業界普遍係對而家設立嘅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係表示支持。展望將來，工聯會相信註冊消防工程師呢個制度將會成為本港消防安全體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擬議決議案通過之後本人係期望各位業主、法團、業委會以及各相關持份者能夠積極履行自己嘅責任，努力遵從要求，聘請合資格嘅專業人士做好消防安全嘅規定。事前多做一啲嘅功夫，免得事後係追悔莫及。將預防工作係做好，防止火警發生，先至係最高嘅安全標準。主席，工聯會係只支持政府嘅議案，我謹此陳辭。